12岁的男孩已经死去了13年，但在父亲踏入小镇不久后，12岁的儿子竟诡异地复活了。父亲被这不可思议的事吓懵逼了，反倒是儿子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大口咀嚼着食物。达利壮着胆子问儿子：“你在车祸前是不是吃过复活甲？”而儿子的回答让他有了稍许惊讶。他不仅能准确地记得那天早上吃的是什么，还知道宠物的名字和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小秘密。原来他的记忆只停留在了车祸前，可身为科研工作者的他，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些灵异事件？他为儿子粗略检查了身体，以防万一，还尝试了滴血验亲。晚上，儿子问出了一个所有小孩子都渴望的问题，就是自己可不可以不去上学，并说出了逃避上学的大胆设想。儿子大胆又偏执的想法让他不寒而栗。他此刻确信与儿子相貌相同的这个孩子绝对不会是自己死去的儿子，于是忍着内心的折磨将孩子关进了小黑屋。但达利忽略了一件事，就是仓库里有台应急用的电话。很快，男孩踩着油桶跟母亲取得了联系，甚至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位置和现在的处境。自从儿子去世后，母亲一直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，如今再次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是惊恐中的惊恐啊！特殊出场的孩子注定不会平凡。时间一长，达利就在门外睡着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基地却突然断电。勘察队的同事打开仓库，发现电线被损坏，可他却认为是老鼠破坏的电线。此时达利也渐渐清醒，进屋寻找着男孩的踪迹。没多久，同事就修好了故障离开了，但达利还是没有发现男孩。难道他会遁地术顺着地板裂缝跑了吗？其实男孩玩了一招灯下黑，他就藏在门后的柜子里。如果不被发现，他完全可以趁达利出去寻找的时候大摇大摆的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母亲就从外地赶来小镇，看到儿子后，他不顾达利的劝阻，将孩子抱进怀里。在母亲的眼中，这就是他的儿子，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。没办法，达利向警方报案，说他这里有失踪人口，并带着警察来领走这个恶魔。这一幕恰好被母亲通过窗户看到，然后他带着男孩从防火通道离开，准备驾车带儿子离开这个该死的小镇。可迎接这个母亲的结局，又会是什么样的灵异事件呢？而这个小镇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先是20年前的游客没死就被应声的克隆复活，然后是巡逻队的阿莎死于雪崩再次出现，如今从未来过小镇的男孩也复活了。这一切是否与停止爆发的火山有关呢？